望向街中一片熱鬧，又再等到今次拉開紙炮，球衣穿起了，人人夜夜盡情笑鬧，熱血中多一次行動，在燙滾中仍看步步進攻，血汗在半空，翻身再寫球換來美夢，累了工作悶了別了一切困擾，盡興觀戰迷通宵，狂熱時分風一次不可再開波比賽，才不想等待，才不想等待，心要開，就在球場外拼命喝彩，爭一次不可再只撐所愛，才不想忍耐，才不想忍耐，吹哨子燃起了榮耀，浸沒腦海。全場不動，球迷玩着手臂，全世界將呢個腳力熱情翻起，過聲風起，日叫為你打氣。So， 全部人類瘋一次不可再瘋得可愛，才不想忍耐，才不想忍耐，一瞬間望着球員賽進步脫胎，追一次不可再追得慷慨，才不想才不想忍耐，吹哨子掀起了榮耀，浸沒腦海。場外拼命喝彩，爭一次不可再只撐所愛，才不想忍耐，才不想忍耐，一輩子都把這記憶印在腦海。哇！我都係阿根廷嘅球迷嚟嘅，咁除咗埃及呢一場比賽之外呢，我自己覺得好難忘一場比賽就係佢哋對佛德國嗰場比賽。我見到門將嗰個太強勁嘅守門啊，守到美斯12碼，全部嘅自由球都守晒出嚟。我覺得呢個殺出嘅黑馬都令我好難忘。係好，跟住我哋。我自己咧本身就係呢個德國嘅球迷嘅，即係嗰陣14年就入咗坑啊，因為呢個好中意呢個湯馬士梅拿啊，跟住咧，點知今年32強竟然輸12碼，我真係睇到心都碎埋。哎呀，但係唔緊要啦。Final Football 玩法嗱，兩個人一組，一個人咧負責遞足球，而另一個人咧就負責吊住單槓射波。射入大龍門有1分，中龍門有2分，小龍門咧就有3分。1分鐘內冇限次換崗位，落地就要強制換人，最高分嗰隊為之勝出。佢哋呢個初生之族咧，不畏苦㗎。咁你哋男子組啦，派出邊一個出嚟玩呢個遊戲啊？諗住好，我同埋我。好，就你啦，你3個。低調。揀得好啊！好啦，咁即係證明男子組嗰邊咧就一定要揀西班牙啦，冇辦法啦。好，咁準備好嘅話，不如由男子組開始先啦，有請。Let's go！ 加油！備好就開始。哇！好有力啊！加油！哇！距離3分都好接近喎。加油！西班牙爛咗，爛咗都照中啊！加油！哇！但係佢哋射嗰個頻率好高啊！
主要我哋睇世界盃咧，佢哋個 momentum 咧係不停咁嚟咯。係咯，有啊！又入啦！聽嚟唔係大力就大晒㗎，試下準啲先啦，好唔好啊？同埋見識到乜嘢叫做搬龍門，你睇下3分係人手操作嘅，而家個龍門。好彩我哋係最後一次玩咋，中唔中啊？哇！射咗已經40腳啦5，秒，4，你哋都唔執路啊開始。 2、1 ，OK， 夠鐘。兩分。哇，我覺得大力嘅。哇，我覺得你好啊。好啦，跟住咧準備好咧，我哋就到櫻花啦。唔該晒，好乖佢哋幫我哋執波。好，唔該晒，跟住到櫻花啦。就係咧踢30秒㗎。咁男子組派邊位出嚟咧？今次喂，就你哋三個啦。好，加油！好，我哋幫你執波。分工明。佢哋好似打多咗好多人咁樣，就眼望落去。準備好就開始。加油！會有啊！第一球就撞柱啦，又撞中柱，放咗2個。一入就3分，同埋佢又射爛咗個籠。嗱啲佢用手擺入去啊！嗱，見到阿飛算乖㗎啦，唔出貓。如果俾咗係我個位，用隻手撈翻入去啊！嗱，就撈咗一下啦。好3、2，換唔換得切？埋尾一腳。 OK， 夠鐘。哇！你見到龍門嗰度係盤滿缽滿，男子組咧係有26分嘅，犀利。而櫻花咧都唔差，有17分。恭喜西班牙！女士都好有預謀咁樣咧去做呢一個嘅預測啊！嗱，我哋呢邊玩得開心啦，其實咧喺蘭桂坊嗰度咧都非常之有氣氛嘅，一齊睇下蘭桂坊嘅現場情況係點樣先。不過咧，私心最後我覺得12碼都係由阿根廷勝出嘅。識揀。我都覺得會和波，我諗3-3到啦個比數，不過就係西班牙贏。大家睇翻全民開波嘅 MV 歌，我就着住件西班牙，其實冠軍一早已經俾我預定咗。咦，真係神秘啟示嘅原來。我認為係阿根廷會贏，因為我婆婆叫 Tina，所以我哋要支持 Argentina。好嘢！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大家記住睇波啊！決賽，拜拜。